南投水里的在町是全国第2大产区，已经伫12月来就市，因为在町、大在佮大町正好结调，加上这个澎溃、甜度佮水分拢袂输乎一般的柳丁，是真受欢迎的水果。这个水里乡有一个农民，10多年来坚持用自然的农法来种这个在町，受到消费者的肯定，拢嘛到元旦都卖了了。 水里乡兴隆村的山区有规山头的稻菜丁，生甲真大粒，嘛真饱满，而且佫真芳甜。消费者食起来安全，佫再来就是伊的口味加较好，芳气嘛加较好。稻菜丁其实真歹种，真够受病虫害的影响。农民学饲养研究几若年，才知影爱用自然农法来种。 唔但友善土地，嘛会当互稻菜丁的产量和品质保持稳定。杀虫的时阵，我用过迄个超人家粉泡水来稀释。杀菌的部分，我就是用樟脑油。稻菜丁因为外形生了真生稻菜，才号做稻菜丁。生了真大粒、真芳甜、真够食，嘛真受消费者的欢迎。若有兴趣要食水里稻菜丁的民众，爱好下把握元旦上尾的销售期。